主后2025年12月26日，每日圣眼光读经，辨别真理的神和谬误的神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约翰一书第4章第10到第6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，约翰一书第4章。亲爱的朋友，毋通相信逐个神，着测验这神是对上帝来，也毋是，因为有真侪假先知已经出现伫即世间。你通用安尼来认捌上帝的神，宣认耶稣基督真做人来世间，迄位神是对上帝来的。毋宣认耶稣遐个神毋是对上帝来的，这是基督的敌对者的神。你有听到伊特别来，现在已经伫世间。少年朋友，恁是属上帝，佮已经赢过假先知，因为踮伫恁内面的圣神，比踮伫世间人内面的神较强较大。假先知是属世间，讲世间事，所以世间人会听因。咱是属上帝，捌上帝人会听咱，无属上帝人毋听咱。对即个咱认捌真理的神，甲迷惑人的神，辨别真理的神和谬误的神。有使用社群网络的人检测，拢有即种经验，就是常常有像份人想要加好友，也是追踪。若因为安尼点入去看对方的网页，会发现真侪表达敬虔的答文，也是甲基督信仰有关的影片。有一寡基督徒看到遐个答文附有经文，往往无加想，就将因加做好友，也是稳准追踪。煞毋知这是一种近似诈骗的手法，透过加基督徒做好友，私信谈信仰，吸引人加入因的宗教组织。上接看到的就是中国的东方闪电，也是称作全人神教会。约翰一书写作的对象也拄过类似情况，就是即个信仰群体被自称有圣神的假先知入侵。为着安尼，作者提出辨认上帝神的方法，宣认耶稣基督真做人来世间，迄位神是对上帝来的。真明显，假先知否认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间，甚至毋公开承认耶稣。真侪异端的问题，拢在伫曲解耶稣的身份。譬如讲，传统时的诺斯底主义毋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基督，因为安尼，作者认定因拥有的是基督的敌对者的神。今日的中国东方闪电相款毋承认耶稣道成肉身，甚至用女基督来取代耶稣的地位。异端往往擅长用属灵的说辞来挑战基督徒，互动的时总是试图攻击基督徒的属灵状况。一开始，因透过假意的关心，了解基督徒的生命情况，接续加强攻击的弱点，互基督徒感觉家己属灵状况极差，必须做出改变。实际上，因只是用属灵的话术来包装家己俗世的欲望，目的是壮大家己的宗教组织，进而从中谋取利益。就亲像圣经作者所咧讲的，假先知是
属世间，讲世间事，所以世间人会听因。面对异端，作者提醒撞着查验因的神毋是出自上帝。基督徒若提高警觉，了解异端惯常用的手法，通常就会当避免受骗。但是伫教会中有一寡似是而非的观点，咱未必然真紧就会当察觉，搁家己拒绝。譬如讲，有人将成功神学稳重踮伫上帝祝福内面，差不多只要否定信仰会互人得到丰盛的讲法，就是否定上帝的祝福。总是即种过头片面的解说，真容易甲信仰变成做达到个人目标的工具，背后是对俗世生活的追求，毋是追求属灵的性命。因为安尼，基督徒需要经常省思，咱伫咧追求信仰的时，是毋是互俗世的价值观影响？是毋是高举属灵之名，实则追求俗世的生活咧？真正属上帝的人，是追求真理的人，佮知影安怎辨别真理的神和谬误的神。默想，异端也是信仰错谬的人，常常拖着敬虔的外衫，一时恶得辨别。我是毋是认真追求真理，不致受谬误的神引诱去？异端也是信仰错谬的人，常常拖着敬虔的外衫，一时恶得辨别。我是毋是认真追求真理，不致受谬误的神引诱去？咱做伙来祈祷。主上帝，求你保守我的心怀意念，互我无受虚假的外表欺骗。求你赐我智慧辨别是非，互我有追求真理的心，会当活出合你心意的性命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